现在极端气候，特别是短时强降雨的冲击，但家己的家园嘛要知影先家己保护。其中，安南区南平里18号受社区防灾编组人员第一站先伫活动中心集合，除了解释雨量重、真切所在地雨量状况，一旦发现雨持续扩大，伫顺早通报发现饮水超过20公分，马上由经改线封锁车辆进入，并且由住户家己组装移动式防水挡板。同时，有铁牛班加入支援抽排，第一时间协助政府临时抽排水的应变。当有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水灾来临的时候，社区的民众如何做疏散撤离，还有做这个到我们的指定的南兴国小的做一个避难的一个措施的一个演练。那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演练，在灾害来临的时候，让灾害降到最低。南平里因为伫社区自主防灾顶面已经是台南市特有，所以伫演练过程由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所带领的13国19位外宾嘛专程观摩。过程当中不时提起相机留念，对咱社区的防汛演练印象深刻。安南区这里呢，我想除了南兴以外，我们有成立一个我们的区域联盟，那包含我们的公亲。还有包含我们的西东，还有我们的原电跟盐田等等这5个所谓自主防灾社区联盟，那对我们安南区的整个一个在第一线的防灾相当帮助，可以说相当的大。原本是南平里社区家己的防灾演练，却难得有了外宾的见证，嘛等于是做了一场成功的国民外交。台南新闻军事采访报道。